那就是在道场，当你看清楚目标之后，那么当你发心修行，认准目标之后啊，你就要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一心精进。那么你最好从一门功夫下，你不要博学多闻，因为博学多闻不是我们的料。即使你是天才，也不要现在就博学多闻。所以博学多闻一直成为我们道场修道人很大的一个机会，很大的一个道理。你看道场很多人，那个也会，那个也会，哇，那个也通，那个也懂，通家太多了，所以他就那个也兼，这个也做。那道场呢，民众都他占去了，那后来的人没有什么机会。那除非他自己愿意退休，不然呢，后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自动自发，你要自己去找出你自己的这个功夫啊，功夫的入处啊。你不要管在道场你有没有地位，有没有这个机会，你要自己去找机会。他人不行，我来行；他人不为，我来为。精进不移，鞠躬尽瘁。所以后学进一门深入啊，就是说你选择一个入手处，你选择一个入手处，每天不断的用功夫，你久了自然就会看到那个功夫的成熟。后学很喜欢讲，当时后学在火车站，扫了佛堂，扫了11年，那一段功夫，坚持到底，不肯放弃。那11年下来，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呢，内在的智慧的渐渐增长，到一定的时机成熟，那就呢可以呢登堂入室了。随着年来，你看以前写一篇文章多难，现在挥笔而就。以前看那个古文看剧本都看不懂，现在一看呢，哇，好像深入文字般若。以前要讲一堂课讲10分钟就讲不下去了。现在来讲像是讲言之有物希望能够讲出一点道理出来。这个就是什么？你要一门深入，你要精进不移，你要自动自发。这是老前人教我们，开创自己的前途了自己的愿，来到达公恩师德，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要来了自己的愿，要报恩要推恩。那么你今天不是在道场做，你要知道什么叫道场。让我觉得为魔心，慈心就是道场，清净心就是道场，菩提心就是道场，你恭敬的心就是道场，哪里不是道场？你不要一定认为说，在那个佛堂里面，在大庙之中，那个有很多道心的地方，那个才能够行功了愿，行功立德，那个才叫道场。不是，其实那个不是道场，那只是一个道场的一个像而已，一点点的像而已。真正的道场在你的心里。你今天心有没有比昨天清净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恭敬一点？有没有比昨天有智慧一点？那么你如果认为说你有，那么你就是有下对功夫了。你真的有在一门深入了，你真的有在自动自发了。
道恩了愿从这里到，从这里了。不是去佛堂凑热闹，去佛堂仰慕对白，这个呢完全是错误。老天人就讲自动自发，讲得好。再来，他要讲自办，自己办。什么叫自办？他说呢，谁修谁得，谁办谁成。这是佛，先佛说的。自己呢，躬身实践了，努力精进。无论呢在创造事业创造正业，当然创造正业的人，我们后来都知道众生成感。但是呢，无凡不有相，所以呢，我们兼顾的凡业，只是呢为了让相业更加的绵延不绝。这是自办。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呢，要吃苦耐劳，你要行持这个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你要正己成人，你要这个度化众生这个是自办。所以度化众生，他是跟着请儿师坐飞机到国外去的，或者是在道场这样拍照，那么在办道，不是，你可以自己办。你看孔老夫子，他有神依据，他认为应该有教无类。他认为说市民之中都有人可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把讲课的风气下放到民间来，他把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道理通通交给世间的人。然后在自身呢，又把天命的道传给这些人。有缘的者得啊。所以他成就了4倍10者72钱，这个是自办的，哪里是人家督促出来的？所以有一种现象很明显就是说你在道场越来越没有机会。尤其是呢，你如果不是从头跟到尾的人能够必备跟他卡固的人，你根本完全没有机会。你看好几年前在台北道场，也是从头跟到底，提拔讲师之后，想要说在讲课上好好发挥一下，根本没有让你讲课的机会，因为呢讲师太多了，人才太多了。在办道想要打个毛巾，马上有学弟来说这个学弟做就好了啦，你学长就不用做这种事。你看人家都抢着做，变成这个办教子的人什么也不是了，什么也做不好，所以没办法，只好自己办，自动自发，自办自成了。那你自己办，你要有规划，你要我们说生涯规划，你要有一个宏图的一个规划。修道人，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家庭的话，那你更应该兼顾家庭跟夫妻一起策划。其实呢，你到哪里都可以办到。当然，你依众靠众，这个是很好的修行方法。但是今天呢，你得到了，你当然你就可以办到啊，你就可以这个去弘道啊。我们只是不能点到而已嘛。除了点的是可以点到，不然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啊。所以要自办，老先生告诉我们，自办就是我们要自己开出一条路。那我们建议说，大家一门深入深入到一定的境界我们再来做。一门深入，你可以选择我每天扫佛堂，总可以吧？用这个戒律的功夫来达成自己的定功，成就自己的智慧。我每天
看经典可以啊，我今天每天呢唱唱歌可以啊。你要把心收摄回来，返回我那个自信，每天的功夫要下，这个是自办。再一个自强，你要自立自强，自强要怎么强？人家说无欲则刚啊，这个刚才是强。你如果被欲望所牵着走，你没有办法自强。所以呢，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那一份因循苟且的怠惰。克制自己那种不良的嗜好，要以天下为己任啊！不管他人如何诽谤，要立德、立功、立言。你要有这个信心啊！立德、立功、立言，不要管别人。你要这个正己成人你自己言行是否正，思想是否纯正？你的所行所为是不是正的？你要先要求自己，那么要求自己，你先从一个强起来。你要怎么让自己变强？所谓强一家之言你要从一家之言，你自己呢要自己克制自己的欲望，你才能够强起，强到可以成为一个大家。他人却不同我独浅，不达目的绝不终止。我们的目的是放在里边。记住，目的不是一个过程，目的绝对不是做一个虚妄的假想。包括云层妥协那个云层都还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要知道我们的目的在里边。我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的去往里边去迈进。这样才能够讲到你要立愿，你要报答天恩师德，你要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所以要自强，君子自强不息的。所以自强之中你一定要每天不断的持续去做，重复去做。这个已经做过的事情重复去做，已经讲过的话重复去讲，讲到你熟能生巧。所以这个叫一门深入的功夫一定要下。这是后学最深层的建议因为后学是有愚钝的人，愚鲁的人。今天如果不是关圣帝君的加持，如果不是自己发心要来讲桃园一圣经，那么我今天没有这样的物件，没有这样的物件，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知见能力来讲述这个经典。那么我为什么关圣帝君会加持？因为我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强。没有办法，大环境给我的这种压迫力量，我没有办法依众靠众，我只好自己在台北人家也不会要你，来到云林，人家也不会想要你，所以求了道之后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那边讨个机会，那边要个工作，好像求人家能够给你行功了愿。其实你行功了愿哪要求人家呢？随时是机会你要自立自强。所以老前人讲的这5个方向讲得很好，自觉、自修、自动、自办、自走，讲得很好。想想世路风霜是无人练心的境界。世情冷暖是无人忍气心地，世事颠倒是无人修行的资粮。这个是古人的话。越坎坷的环境越磨难的环境越能够让我们激励出那种修道的奥果。所谓平平七双雪，你在这个风冰天雪地之中你能够跟霜雪对抗，挺立在霜雪之中，这个是人生
世间的环境。即使你现在一中高中，你还是要自立自强。你没有自立自强，你随顺而流，你所做的都只是功德，都只是福德。到时候人家来报佛号的时候你没有报到佛号，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你不是失去这个大好机会吗？最近我在大家讨论儒学家，那么在中国厉害的儒学家之中那常常因为他们的见知见解，错解了佛家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儒者，他们在批评佛教的见解。那么历史之中批评佛家的儒学家有几个代表，譬如说宋朝的朱熹，那是对佛家有极力的排斥；明朝的黄宗羲，那他也对儒家也有很深的排斥。那么他站在儒家的立场点来批判这个佛教的观点。那他曾经说世事清清，人民爱物，无有差等，是无恻隐之心也。这个佛家的亲亲人民爱物，它是没有等级的。那么佛家讲这个同体大悲它这个同体大悲，它是没有分亲亲人民爱物，那它是属于一种超世间的一种见解。但是黄宗羲把他认为说就是无恻隐之心。那么取与不变，而行其布施，是无羞恶之心。取与之间他没有辩解，也就是说，什么该取，什么不该取，什么该给，什么不该给。那么在佛家的观念他认为人是没有分彼此的。那么因为有分彼此，所以会造成贫富贵贱上的差别。你今天要打破贫富贵贱的差别，那么你就不应该有这种取与上的分别。也就是说一视同仁。对于任何人来乞讨，你都不要有分别心。这个是行乞布施那么行乞布施，这个是佛家它的一个基本的戒律。乞食，三餐都要去向民间去讨吃的。那么这种佛教的精神到了我们中国却没有办法发挥那没有办法发挥的原因很多。我们中国的和尚尼姑，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乞食的。要求人家捐献布施的倒是不少，乞食的很少。那么黄宗羲认为取与之间他没有分别清楚，所以行乞布施是无羞恶之心。没有这种羞耻心没有这种善恶的分别心那这样是孟子所讲的无羞恶之心。那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无辞让之心。这句话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在人世间，他所讲的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有的一切天地万物之中只有我是最独尊不讳。
用这句话呢，截取这句话事实上呢，有一点断章取义了。哦，他说是无辞让之心，就是说没有谦退，没有一种忍让的心呐。啊，这句话，那无善恶是无是非之心。哦，无善无恶，那他讲的是我们的道德，心性上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黄宗羲认为说，这个呢就是没有是非。哦，在人之中啊，是非观念是一定要确立，尤其是儒家这种春秋的精神，一定要有是非的观念。啊，黄宗羲把他认为说，佛家这种无善无恶的观念是没有是非之心。那其不知性者，由于不知心耳，然其所知啊，亦心之光也，而非实也。啊，这是黄宗羲他所讲的。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知道性人的这种道德、人的良知啊，就是因为不知道心啊。